今仔继续来看这个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集体贪渎的弊案，今仔日用违反贪污治罪条例，甲5个讲收钱的立委来起诉，有苏振清、廖国栋、陈超明、赵正武、前立委齐永明以及各立委的助理，总共起诉12个人。讲所有的立委拢总共收的金额超过5000万。目前有9个人受押禁见，3个人裁定交保。落车嫌犯可能就是立委陈超明，2个月之前涉嫌贪污案向收押。针对这个案件，北检有上新的说明。李姓被告取回收购百货经营权的目的，廖姓被告收受现金贿赂共计790万元。检调发现，金泰流董事长李兴良为了争取所购的经营权，决定要驶暗路，被手套是郭启明。包括立委陈超明收100万，立委苏振清2580万，立委齐永明、立委廖国栋790万，立委赵正武170万，还有走税68万，拢以贪污罪起诉。赵正武的助理林家琪1100万，被手套郭启明700万，泰流前董事长李兴良、陈超明助理牛文义50万，苏振清的助理吴学勇124万。廖国栋的助理丁福华180万，出色民意调查总经理吴世昌，拢总12个人以贪污罪起诉。某地段的土地划出国家公园管制区的假象，取信诚信业者，而向诚信业者诈得1100万元。这个案件检方已经调查足侪档的啊，李兴良最后嘛讲这是做无唔对，涉贪的立委今仔透早已经移送法院，由法官来决定是唔是爱收押。